今仔日有真侪学校开学，来看这新德高毕的这个复兴国小，今年拢总有3个幼稚园10个1年的新生来报到。学校特别创一个智慧门，让囡仔行过去，而且还有这带智慧帽的活动，希望囡仔聪明伶俐。迎接1年的新生报到，学校特别穿一款代表好吉条的物件，有葱仔以及代表骨力的芹菜，希望让囡仔未来拢会当顺利平安。 认真学习。有苹果、青菜跟葱。苹果代表什么？平平安安。我觉得这很特别，这是因为我有4个小朋友，对，然后呢，哥哥也6年了，所以6年以来我第一次碰到拔智慧这件事情，这是最特别的。除了智慧门以外，学校更加鉛笔代表智慧帽，点伫画出来卫生区，让学生家己去办求智慧。第一个是聪明门，第二个是勤劳的门。 第3个就是我们平安门，希望透过这边3道的一个小朋友们的一个关卡，那希望他们能够非常聪明，拔智慧矛，那象征意义把智慧带回家，那希望他们能够来学校能够长智慧。 校长表示，学校位置原地就算是偏乡地区，过去逐年报到的学生数量差不多是8个到12个人。虽然讲今年有10个1年的新生，不过加减也是有受到少子化影响，学生数量确实有愈来愈少的状况。校长也期待教育单位会当投入更加多的教育资源伫偏乡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